这台皮卡型的消防车装设德国进口的绑布架水箱，就是要应用会当进入巷弄的机动性救灾，有高压喷水雾加气泡的效果，加上合法认证的水域拖船等多功能勤务，目前已经是淡市消防局推动的救灾主力。对此，伫议员林美燕看线，市民也受助甲单义格看见救灾需求，特别关键这台造价190万的绑布消防车。19号由副市长叶铁山伫议会广场，先代表市长颁发感谢状，并献花感谢因的善行。会中这对翁仔某拢真低调，由议员林美燕代言，场面温馨。过去的消防车它是比较大型的，有够大台的啦吼。再有担心要去行啊来的，我真正没有办法到里面。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设备能够再一次的，就是提升，让救灾的第一时间能够就是将伤害降到最低啦。利用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闭幕的空棚，市长吴伟霆嘛赶到场，象征性启动消防车，并且甲观众者留下历史见证。那也谢谢美燕议员他能够媒合帮忙这个让我们消防局的打火弟兄有增加这么样子的一个消防利器。那将来对于台南市民的健康、生命、财产安全有更多一层的保障。该多功能救灾 CP 值真悬的绑布消防车，然后将伫安平消防分队台面。消防局表示，目前全市只有6台，目标需求是53台，希望全面提升灾害抢救的效能。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